事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蔚老师。拜托大家来说客家话吗？第一句话，素的披萨一个，烤酥一点哦。再给披萨一扎，派卡素的喂。摘就是摘的，素的，再给就是摘的，那个给就是的。披萨知道是什么？一扎就是一个，再给披萨一扎。派就是烤这个动词，派卡酥的喂，烤的酥一点哦。再来，他就会问你咯，是外带还是在这吃呢 ？To go or for here？ 糟糕了，徐老师教英文，客家话怎么说呢 ？To go 外带就是外带，在这吃呢 ，for here。第呀 set。第呀就是在这里 ，set 就是吃，还记得这个动词吗 ？set 哦，我要外带哟。好啦，那么总共500几元，500几元就是总共是500元，500会了吗？元就是银元的意思。OK， 下次用客家话点餐，听谁讲客家话给我们听呢？再给披萨一扎。哦，外带呀，係啲呀，set。外带。安尼总共500几元，耶，成功！好，角色扮演，我是披萨店的服务生，来向我点一个素的披萨，怎么说？预备起，再给披萨一张，再给披萨一张，envoy。今天学到这了，拜拜。